大家好，歡迎收睇 Girls Mood。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將會為大家報道兩宗消息，分別係戲劇大師鍾景輝喺睡夢中安詳離世，同埋李詠翰喺印度修行期間行為異常兼且情緒失控大叫。第一單猛料，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個令全香港演藝界、文化界以至全港廣大觀眾都感到極度沉痛、萬分可惜嘅消息。香港戲劇界一代宗師、大師級人物鍾景輝已經喺2026年6月3號嘅朝早喺屋企睡夢之中非常安詳咁離世，享年89歲。呢個噩耗一傳出，真係震驚咗成個娛樂圈。呢個消息最初係由鍾景輝嘅侄兒鍾志權透過無線電視向公眾正式宣佈嘅。佢侄兒喺寫嘅聲明貼文入面，用咗非常沉痛嘅心情同大家講。佢話：各位鍾景輝嘅學生以及好友，我係鍾景輝嘅侄兒，我懷住沉痛嘅心情向大家宣佈，我伯父鍾景輝，也就係大家尊稱嘅鍾景輝，已於今早喺家中睡夢中安詳離世。伯父一生奉獻戲劇，桃李滿門。我哋深知大家對佢嘅敬重與愛戴，感謝各位一直以嚟對佢嘅關心與陪伴。目前我哋家屬正在手處理伯父嘅身後事，關於後續嘅喪禮及追思安排，待落實細節後會再向大家公佈。請大家節哀順變，家屬中致權敬上。當呢個死訊正式公佈之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都隨即代表政府表示深切嘅哀悼。羅淑佩局長喺發言入面大讚鍾景輝，話佢離世絕對係香港演藝界嘅一項極之重大嘅損失。講返鍾景輝嘅傳奇一生，佢真係可以話係用盡咗自己整個人生嘅精力，毫無保留咁奉獻咗俾香港嘅表演藝術、舞台劇發展以及戲劇教育。鍾景輝早於1937年喺泰國出世，之後佢跟隨屋企人先後搬去上海定居，隨後再落戶香港。佢細個嘅時候就喺香港接受教育，入讀咗非常著名嘅培正小學以及培正中學。中學畢業之後就升讀香港中文大學。由於佢自細就對戲劇表演擁有極度濃厚、熄唔滅嘅興趣，佢喺中大畢業之後選擇遠赴美國留學深造，可以話係當年極少數擁有超高學歷嘅演藝界精英。佢嘅學歷背景放喺今日睇依然係相當驚人。佢先後獲得咗美國奧克拉荷馬浸會大學嘅演講及戲劇系學士學位，更加喺全美頂尖嘅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成功取得咗藝術碩士學位。學成歸來之後，鍾景輝正式返香港發展，開始投身舞台劇、電視劇同埋電影嘅演出、導演同埋編劇工作。除咗幕前同幕後嘅全方位發展，佢更加將自己嘅主力擺咗喺培育香港下一代演藝人才嘅大業之上。佢最為人津津樂道、最偉大嘅成就之一，就係當年協助並推動創立咗香港演藝學院嘅戲劇學院，並且親自出任該學院嘅院長一職，長達18年之久。喺呢段長達近20年嘅教育生涯入面，佢親手提攜同埋教導出咗無數位現時活躍於香港電視圈、電影圈同埋舞台劇界嘅巨星、視帝、影帝以及資深演藝人。可以話現時香港演藝界有大半嘅中流砥柱都係佢嘅學生，真正做到桃李滿門，喺業界享有崇高無上嘅地位。每位後輩見到佢都要由衷咁尊稱一聲老師或者鍾景輝，因為佢喺舞台同埋幕前幕後嘅卓越成就。鍾景輝喺一生之中亦都為自己帶嚟咗無數嘅榮譽同埋專業殊榮。佢除咗獲得香港特區政府特別頒發銀紫荊星章，以肯定佢對香港社會同文化藝術嘅卓越貢獻之外，喺演藝專業獎項方面更加係攞到無數獎項。佢曾經喺香港舞台劇獎嘅頒獎禮入面，先後奪得過高達4屆嘅最佳導演獎，以及高達8屆嘅最佳男主角獎。不論係導演功力定係演技，都得到咗業界同行嘅最高肯定。此外，香港藝術發展局亦都先後頒發過戲劇成就獎、傑出藝術貢獻獎以及象徵最高藝術榮譽嘅終身成就獎俾佢，表揚佢一生為藝術嘅付出。除咗演藝界嘅工作，鍾景輝以前亦都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曾經擔任過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政協委員。佢嘅個人生平同履歷更加被正式列入咗中國大百科全書以及多個國際名人錄入面。
由此可見，佢不論喺演藝界、文化界定係社會政治層面上，地位都係非常之崇高。佢到咗晚年嘅時候，依然心繫劇壇，繼續擔任香港話劇團嘅名譽藝術顧問，用自己嘅餘熱繼續為香港嘅舞台劇界出一分力。雖然鍾景輝擁有咁崇高、令人仰望嘅地位同驕人成就，但係佢喺所有後輩、學生以及合作過嘅工作人員心目中，一直都係一個極之謙虛、毫無架子、和藹可親嘅長輩。過去曾經有媒體採訪過佢，問佢究竟係用一個點樣嘅心態，令自己喺演藝界立於頂峰咁多年，但依然可以長期保持住咁謙虛、平易近人嘅態度。當時鍾景輝就非常有智慧咁回應咗一句話，佢話：你幾叻都會有人叻過你，自己所認識嘅嘢始終都會有一個極限，所以自己識得嘅嘢就盡量攞出嚟用喺教學方面。呢番話充分體現出佢有幾咁大度同無私。當被問到喺自己咁多部經典作品之中最滿意邊一部嘅時候，佢嘅回答更加係成為咗後輩學習嘅金句。佢話下一步，因為每逢做完一部，再睇返，始終都會覺得點解當時唔咁樣做呢？總會覺得有地方可以改良，所以永遠等下一個機會做得更好。其實鍾景輝喺2016年嘅時候，不幸被確診患上咗大腸癌。自此之後，考慮到身體狀況，佢就開始慢慢淡出幕前嘅工作，過住非常低調嘅退休生活。平時好少公開露面，不過佢依然好關心一班學生。前年嘅時候，好似梁祖堯、湯俊業、劉錫賢同埋邵美君等一班舞台劇界嘅資深後輩，都仲有特登相約去到鍾景輝嘅屋企同佢拜年。當時從社交平台上流出嘅合照可以睇到，鍾景輝當時嘅精神狀態仲相當之唔錯，面露笑容。估唔到2年後嘅今日，大家會迎來佢離世嘅消息。不過，正如佢侄兒所講，鍾景輝係喺自己屋企嘅睡夢之中，非常安詳、平靜咁離開咗呢個世界，享年89歲。對於一位將自己整個人生、全部心血都無私奉獻俾藝術同教育嘅一代宗師嚟講，可以話係功德圓滿，無憾咁走完咗人生最後一程。第二單猛料，我哋將視線轉去一宗關於藝人李詠翰嘅最新震撼消息。講起李詠翰，大家都知道佢係資深武打藝人兼名廚李家鼎，亦即係大家熟知嘅鼎爺嘅大仔。日前娛樂圈就爆出咗一場非常轟動嘅家庭風波，鼎爺竟然公開宣布要同大仔李詠翰斷絕父子關係、脫離關係。甚至喺網絡上流傳出相關嘅錄音證據，證實咗之所以會搞到決裂，係因為李詠翰長期唔願意腳踏實地工作，反而仲不斷向身為老豆嘅鼎爺索取金錢，結果令到鼎爺忍無可忍，引發咗呢一場鬧得熱烘烘嘅家庭糾紛。喺呢場父子決裂、家醜外傳嘅風波發生之後，外界一直都好關注李詠翰嘅去向。隨後有人揭發，原來李詠翰喺5月底嘅時候就已經靜悄悄、非常低調咁一個人飛去咗印度拜佛修行。據了解，佢當時係報名參加咗一個由白玉佛法中心所組織嘅加馬足卻法會，前往當地。外界猜測佢原本嘅目的係希望可以借助佛門清靜莊嚴嘅環境，去洗滌自己沾滿是非嘅心靈，遠離香港嘅流言蜚語。並且試圖透過宗教嘅精神力量去淨化心靈，甚至希望可以借此尋求突破自己人生以及心理上所面對嘅巨大困境。按照原本旅行團嘅行程安排，李詠翰本應該要喺6月2號星期二嘅時候，跟隨大隊同埋其他善信一齊搭飛機返香港。但係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佢最終並冇隨團回港，反而係選擇脫隊，獨自一個人繼續留喺印度當地。而喺近日嘅網絡上面就流傳出多張佢喺當地法會禮佛嘅相片。隨之而來嘅，仲有一班同佢一齊去印度嘅同行善信同埋現場目擊者嘅大量爆料。呢啲爆料指出，李詠翰喺印度修行期間嘅一舉一動都顯得極之異常，種種怪異嘅行為舉止，令到現場嘅人同埋外界都十分之擔憂佢現時嘅精神狀況同情緒穩定性。根據同行善信以及當地多位目擊者嘅詳細透露，身披紅色袈裟嘅李詠翰，雖然喺流出嘅官方禮佛相片入面睇落好似雙手合十，非常虔誠咁喺度誦經禮佛，但其實私底下佢喺整個修行過程之中表現得極之孤僻同埋不合群。佢基本上完全唔融入集體活動或者法會儀式，
大部分時間都係多次選擇自己一個人獨自行動。更令人覺得奇怪同埋不可思議嘅係，喺一個咁莊嚴、肅穆而且講求清靜嘅宗教聖地入面，佢竟然經常長時間將自己嘅所有注意力都100%擺喺自己嘅手機熒幕上面，對身邊正喺進行緊嘅神聖宗教活動顯得毫無興趣，不聞不問。甚至仲有目擊者親眼睇到佢多次一個人企喺佛塔面前，對住空氣自言自語，整個人顯得神情呆滯、雙目無神，完全冇一個修行者應該有嘅精神面貌。不過，更具爭議性同埋震撼嘅爆料仲喺後頭。有同行嘅人士向媒體透露，李永漢喺印度修行期間，竟然好幾次喺公眾場合以及寺廟範圍內大聲講電話。期間佢嘅情緒顯得非常之激動，甚至一度喺佛門清靜之地完全失控，對住電話大喊大叫，情緒徹底崩潰。根據現場聽到電話內容嘅知情人士透露，佢當時好可能係喺電話入面同佢留喺香港嘅老婆嚴佩玉發生咗非常之激烈嘅爭執同爭吵。佢呢種喺公眾場合大吵大鬧、失控大叫嘅行為，完全破壞咗現場原本應該具備嘅莊嚴、寧靜以及神聖嘅宗教氣氛，令到周圍前來朝聖嘅其他信眾紛紛為之側目，感到非常不滿。同時，佢呢種動輒情緒失控嘅表現，亦都不禁令同行嘅人強烈質疑佢現時嘅精神狀態以及情緒管理係咪已經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除咗情緒管理失控、行為孤僻之外，李永漢喺修行嘅方法上面，更加係犯下咗佛教傳統入面嘅超級大忌，引來好多佛教信眾嘅熱烈討論同埋批評。據媒體深入報導指出，李永漢之所以堅持不肯回港，繼續留喺印度，係因為佢正喺度挑戰一項難度極高、屬於高強度體力同心理考驗嘅極限修練，叫做繞塔11111圈。佢原本嘅出發點可能係好㗎，希望透過呢個極其艱苦嘅苦行去幫自己消除業障、累積功德，從而改變目前受阻嘅運勢。但係從網絡流出嘅現場短片以及目擊者嘅親眼報告之中，大家竟然驚訝咁發現，李永漢喺圍繞佛塔前行嘅時候，竟然採用咗逆時針方向前行。要知道喺正統嘅佛教傳統觀念、經典記載以及教規入面，圍繞佛塔或者佛像前行是必須而且絕對要以順時針方向進行嘅，因為順時針繞塔象徵住順應佛法、順應天道而行，係對佛法以及佛祖表示最崇高敬意與恭敬嘅正確方式。相反，如果修行者採用逆時針方向去繞塔，喺佛教界一向被視為極之大不敬嘅非法行為，被稱為逆佛法。佛教傳統認為咁樣做唔單止會完全破壞同危及到原本想要累積嘅功德，甚至仲會適得其反，產生極大嘅罪惡與過失，可能導致修行者自己嘅運勢嚴重受阻，未來喺生活中招致更多嘅障礙、困境同埋不幸重生。李永漢呢個逆時針繞塔嘅做法，無疑令到好多了解佛教規矩嘅信眾感到啼笑皆非同埋不可思議。由最初被老豆頂爺公開錄音斷絕父子關係，到後來被指唔做嘢要錢，再到依家隻身去印度尋求平靜，結果反而喺當地爆出脫隊不回港，與妻子電話爭吵、失控大叫、雙眼無神、自言自語，甚至連最基本嘅繞塔方向都行錯，犯下宗教大忌。種種怪異而且反常嘅舉動，真係令外界同埋佢身邊嘅朋友都非常之擔憂。唔知佢究竟受到咗多大嘅刺激，亦唔知佢幾時先可以真正平復到自己嘅情緒，安全返香港處理好自己嘅家庭問題。多謝收睇 Girls Mood， 唔知大家對於以上幾宗消息又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